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大会》，我是许丽丽。今天呢，我们论坛要来讲到我们蔡总统先前选举的时节所提出来的客家政见，其中一项是大家钦定的浪漫台三线计划。先前总统去到苗栗新竹亚的所在参访计下呢，就是讲到对亚动有信心，唔但像安呢。今另外一项客家政策係有關傳播體呢，也除了客家天師同有關係呢。現在一下呢，客家天師係啲公共集團下輩，一下新嘅政策會帶來乜嘅改變咯？今日村民大會有請大家向下來關心。開會了！用请勤俭，还有请上俭阿面嘅精神来刺激呢，也係去年嘅時節選舉嘅下，人嘅總統蔡總統當時提出嚟嘅政見，還有從一按當年來看到一下客家流失到按厲害，呢度係重建以嚟模擬前普及嘅客家社區咯，按樣嚟做，還有人來看到話包含一個客家政策制度，蔡總統其實提出要建立嘅前完善嘅族群傳播體呢，帶領客家文化更加豐富、更加多樣性，詳細嘅情形係樣嘅，人基本就有請嘅特別來賓會對呀向下來討論。首先為您紹介今日嘅來賓，佢哋係民進黨嘅副秘書長徐家強，徐副秘你好。大家好，上網大家愛真些。客家雜誌發行人，同時咪係歷史身份嘅陳石山，陳律師你好。客家鄉親大家好。媒體觀察基金會研發長黃玉清，黃研發長你好。大家好，大家好。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呢嘅教授羅世芬，羅教授。大家好。還有呢係人嘅好朋友，非常熟絡嘅客家天師前副台長唐成勇阿湯哥。大家好。嚟看到話，總統提出嚟講，要建立前完善嘅族群傳播體呢，所以一個架構係樣嘅喏，還有實際情形係樣嘅做，大家對佢嘅想象係樣嘅，等下帶大家來看啊。還有總統是講要建立客家主流，所以係樣嘅做喏。大家好，我係蔡英文，我係客家妹。聽說會上網達標，推動客家語言文化，創造下一個客家嘅本土嘅年代。客家也係台文化。各位有請朋友，大家阿美族大家平安，大家好。接下網來學講下田減老鄉親嘅經歷。之前嘅時節，蔡總統提出各項客家政策，為到為建立完善嘅族群傳播體呢，結果我哋成立客家公共集團。這一次，我們一定要讓客家人感到說，客家是台灣的主流。至於講呢下客家公共集團吼，其係樣白嘅內容，大家係咪講清清楚啦吼？我係想啊吼。無論係公共集團啊，也係講苗子苗路啦，也係講你下嘅客家天師啊，其單槍係一種傳播嘅媒介啦。你睇大家關心嘅都講，唔論哪乜嘅節目，同大家看內容嗬，可能比較的重要啦。政策主張客家天師應該要提升到客家公共廣播集團，喺維持客家主體性嘅前提之下，獨立來運作。既然蔡總統都講，呢客家天師團坦白而變形一個客家公廣集團，那這個是總統的宣示，那我們就要跟着配合，要脫胎換骨，而變成呢客家獨立的客家公廣集團。我個人的看法都會講，1年內標案啦，而廢除，不要再用標案了。標案對這個原民在客家台的這個運作是非常不合理。5、4、3、2。客家天師台以下嘅情形，當然由客委會編預算，用指定標案嘅方式，委託公共天師基金會來判。你當然呢個立法冇問題，當立法了解到係要保障嘛，希望啦，嗬，用立法先，呢個立法係有問題嘅啫，係咪嗱佢就公共天師法嘅度要尊重，要獨立性，要自主性，要自己台制，要自己實批啊，對嗬，自己可以自主做人事方面。像你啊公共天師有啊，有董事啊，乜個些主持有，客家人落去都艱難嘅嘛，你嗬，你冇落去時，你都冇發言權。
你无法主张你要样板的做了天时的情况嘛。無論係各項嘅實批、無超資產，甚至係政府標案，原樣體實施都唔係客家電視台嘅。我覺得很限制的，就是比如說在客台播過之後，如果要賣，好像不能賣，這樣那個是一個限制。我覺得這個可以想辦法去打開，讓你們的節目可以賣到其他電視台，甚至可以賣到國外。喺按道嘅限制之下，客家電視台敢聽得到亞擺講愛做客家公共集團安尼嘅構想，尋到一條先合適嘅路。人家下面看到喎，蔡總統佢選舉嘅時節就講客家要變做主流，所以要用嚟做咯。一下提出講，要嚟建立嘅族群傳播體呢，家下大家見講。唔過呢，咩唔掂，一下要用嚟做嘅客家公共集團，所以提問嘅問題呢，就會先請教徐副秘哦。副秘，請問，像總統他當時提出這樣子的客家公廣的實際的想法，現在是什麼呢？我們已經內部開始討論了嘛？民進黨在過去呢，我們在智庫當中就有經過非常詳細的討論哦。其實在這當中，我們的羅老師哦，也是我們當中智庫非常重要的成員。那他也提供了非常多的意見。那所以在這個構想當中，就希望說，這個是不是有可能讓我們的客家電視台能夠擴大成為一個公廣集團？是想要擴大的概念，像現在先提升到公廣集團，然後維持客家主體性的前提之下來獨立運作。沒有錯哦，就說現在因為跟其他的相關的節目電視台合併在一起，那難免我們客家電視台的這個節目製作的經費、能量、資源都會受到一定的排擠哦。那如果說能夠讓我們的這個客家電視台連同廣播相關的語言文化的節目，可以有更多元的資源可以來運用的話，那我相信這個未來對於提升我們整個在不管是客家文化的一個產業哦，或者是推廣甚至是這個傳承，都會有比較好的一個狀態。是具體構想哦，電視加上廣播，然後建立一個現在是公廣集團的一個樣態，然後呢，還要跟地方的電台共同來策略聯盟，建構出一個大的客家公廣集團這樣子的想法哦。鴉片沙來搶高嘅歷史從亞下喺個新嘅構想出來嘅，敢唔會突破亞下客家傳播體呢現有嘅情形哦？我有乜嘅新嘅突破呢？目前還是客家基本法也頒布了，客家基本法第12條是講 NDU 傳播媒體的禁用權，所以蔡英文總統是對2016年選舉的時候提出客家政策白皮書，第2條是講希望客家電視可以獨立一隻公廣集團，所以講做任何事情是講要從有先而有，保美到好，所以也可以是有咯，4年保美是好，是有公廣集團，我認為做建好，該是由客家電視而成立公廣集團，也是客家電視13年來嘅一階段嘅進步。韓國任何事情唔係講一步是到天，所以講有短期、中期、長期嘅計劃理想，所以目前喺度第13年，大家是希望講客家電視能夠獨立成為一隻公廣集團。我想講獨立並唔係孤立，限外其他嘅客家嘅節目嚟落到其他主流嘅客家電視，對國內國外全部嚟打出去，呢一種係按你傳承客家語言文化當重要嘅事情。好，一下呢13年嚟，你看到啊，一路行過來呢，先有爭過來求好，咁係安尼呢。2003年嘅時呢，7月初一，客家電視正式開播嘅，就像家下歷史有講到哦，也係台視標起嘅，嘅時就係一個標案，還有你看啊，也市場標地度呢。2003年到2005年，嘅時嘅標案算係1年1標嘅，過後。2006年係東森集團標過去，再後來2007年呢，認真有新嘅做法嘅，嗰時就到為公共電視第八度。不過也所有嘅人看起來呢，所有都係算係直播標案，就算係1年1標案嘅情形。不過呢，2006年開始出現無共用嘅，2006年認真立法院3度通過嘅無線電視事業鞏固處理條例，開始來委託公共電視來判案嘅業務，來判理出權平台。故說呢。
客家天师就正式入到台湾嘅公共广播天师集团地位度嘅。不过像安尼一年一表嘅情形呢，就会设计来抢高人嘅汤富喎，像安尼嘅执行嘅时节表安先会遇到嘅係乜嘅问题，像执行方会有較困難嘅所在。不過就講台灣的法，真可惜講，因為當年啊吼，就當到法律的考量的程度，無法度講有個較久嘅規劃。哦，現在你要一年考慮到，冇辦法上高庭也會做乜嘅咧。係，因為當年吼，人上去做嘅時間就講，一年也，比如講拍一隻戲嘅紀錄片，佢可能一研究嘅話，拍喺電視台做可能過2年、過3年來上。台灣的方式就會較麻煩，當年就會寫個營運報告書，過一個結案報告，就講一隻包，就算是一個包袱在那邊哈。故說啲同較快講，做個較有品質較好嘅，就冇辦法去規劃嘅。錯，故說啲下我想客家都啲下啲公共建設7年來，我想有啲成績出來，就會因為講熟悉了這個運作哈，變成講人家提講有啲東西要較早就會提前來研究哈，嗰時候就講先做研究哈，嗰時候張周在講做出好嘅品質出來，好嘅品質出來之後，張不如大家看到客家天視台嘅樣嘅哈，還有張目前就講台灣還是很挺大嘅問題啦，因為當年按嚟做哈，其實啲客家天視台工作嘅投入嘅就係3年哈。員工其實其他新官都會知道講都冇保障。因為講咯，現在高庭年紀乜嘅公司會標過去，佢係會有投入冇咁低呢？也係一個問題，就係你講，因為客家天視台灣嘅方式，其實都冇特別嘅數年，嚇，剛剛有講到個節目做唔得賣，嚇，一做唔得講限制青島啦，限制青島，其實就冇法度用一隻正常嘅電視台嘅方式嚟運作，嚇。其實也下全世界嘅電視台也改變方式咧，台灣還在做傳統電視台嘅運作方式，就講也下讀到手機啦，嚇，平板電腦也掉，新媒體出來嘅，新媒體出來，其實也青島嘅方式就會變化嚇，客家電視台用 Q 嘅方式做，今年張開始做呢 HD 嘅方式播出，行嘅腳步較慢咧，偏貴嘅時間嚇，4K 就可以試嚇，嗰時候當年嚇，立法院撥預算，所以就講，有各種的限制出來之後，我們再來就編營運計劃書，然後再開始運作啊，就當年就按呢哈。其實當年啦，客家 WiFi 非常講公共天視，非常客家天視一片，會吃到講農忙奶好啦哈，因為也冇法度，因為也就係表安啊，現在就係表安嘅方式。佢講客家天視想做50年、100年嘅法哈，就講家講佢佢一天會獨立嘅運作方式出來，結果有研究嘅單位哈。也有清好嘅行銷嘅方法，迄講係咁講人才嘅培養方面，應該有一隻較有規劃嘅方式。啊，你咁做到50年、100年，客家天視咁一直做下去，咁做得安尼。從人來看嗱，還有呢，就係認真一下係表安嘅方式。你高庭人可能係啲奶，可能一下係唔掂，嗰一下你入到一個公共電視地位度，可能冇頭擺像按唔確定嘅情形。唔過你一下嘅情形係一個限制性嘅表安、限制性嘅表案。像家下呢，人嘅前副台長我咪講到，像營運節目規劃都會受到青島嘅問題，考卡都按到嘅限制。教授，請問我們這有辦法來攞佢鬆綁冇呢？安尼了有公共電視法，但是冇公共集團嘅。一個法律吼，所以迄個安尼有修法以後，有一隻簽署嚟講，最少要有一隻客家天視台嘅專章，吼，你要保障客家天視台嘅經費、語言，啊個嘅主題性，獨立運作、自主性，啊個嘅經費係政府編列預算來用捐贈嘅方式，唔係用嗰種直播表演嘅方式。用真係一個價格嘅方式。是當一種人家客講到嘅方面嘅部分，頭擺咪實討論過，唔過佢嘅進度行嘅十分慢，係要講卡到呢塊邊地度咧。其實你下安尼，因為新政府開始運作以後，你下當有希望啦。因為以前可能朝小野大，也係講呢塊較有困難。兩黨冇講一致嘅意見，所以你下係用安尼。執政黨願意來做嘅話，公共電視法要較極來修正啊。喺講執政單位呢有心，咁係做得行嘅腳步就會較極，唔單止係客家主流，也是係最講天天。所以呢，請教黃老師哦，像
出权平台嘅 TV 哦，其實而家嘅動油加車，同應該可以順踩嘅一個平台咯。就是如果我們留就所謂的全媒體的發展，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值得做的，因為如同剛剛講，我們可能受限於標案有很多的限制嘛，所以我們過往很可能1年1標。那假如這個部分可以鬆綁，再來剛剛講的，我們電視台的部分其實多半是影像，那我們可以透過所謂的 MOD 這個部分去做一些調整。對，那最後透過聲音，我覺得也可以有所謂的線上收聽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概念，新的嘗試咯。對，可以做一些火花。OK， 好，那我想要做一點補充哈，就是說我們的客家鄉親。尤其是年紀偏長的長輩們哦，他們可能也蠻習慣聽廣播的，所以如果我們公廣集團的這個擴大哦，可以把廣播這個部分，讓它的節目常態化、豐富化、多元化，大家就更想要聽了。對，沒有錯。而且我們有很多的客家樂團，年輕一輩的有非常美好的創作。那這些東西除了說產業的這個發展之外，很重要的是也是透過這樣的平台，讓老一輩的人可以知道。所以我們也認為說，為什麼要特別有這樣的一個所謂讓客家電視台公廣集團化哦這樣的一個計劃產生使得它的這個人才培育上面可以有一個比較長期的發展，然後讓它的製作節目呢也可以有對有優質，而且是可以長期的規劃，不會說礙於1年1個標案，所以我很多東西就沒有辦法。經費受限，然後時間很有限，就沒辦法繼續考量了。對，下一步在哪都不知道。對，沒有錯。所以我想，我們是希望能夠有一個整體的配套措施哦。富明，那我們有時間表嘛？比方說，什麼時候想要推動新的立法、修法，還是新的腳步？怎麼來規劃呢？我很難講說，我們當然希望越快越好哈。可是這個時程，老實講，有時候會受限於整個立法院討論的進度跟狀況。那如果說能夠在近期1、2年之內，我們如果先通過了這樣的一個立法，那之後我們的籌備上面，其實在立法當中也可以同時開始進行相關的規劃籌備。我們來看到擴大把它成為一個集團化的經營，是不是可以跳脫這個標案的方式呢？過去就是因為1年1標或是1年1約，我們這邊的預算，客家電視的相關預算其實都是來自於客委會。我們在這個營運的委辦經費當中呢，就可以看到，其中像這邊設立客家頻道，還不是客家電視台哦，是設立客家電視頻道，1年的預算有多少錢？大概是4億左右。但是是不是受到這個限制？其實剛剛大家多所討論，節目營運方式都會受到多所的限制。還有什麼樣其他的考量呢？我們也來聽聽看學者還有在地的員工是怎麼說的。在現在以政府對於公廣集團的態度，就是在於經費一直以來都不願提供更高的狀況之下，那你變成是一個獨立的客台，變成是一個獨立的這樣的一個基金會或是一個頻道，它是不是會遇到跟原民台一樣的問題，就是一樣我不給你經費，那你還是在現有的狀況底下去做。自成立19年以來，當然咧預算冇乜變化吼，不過當然嚴肅嘅時間同你係前2點鐘吼，一年薪資嘅節目冇包含新聞就1060小時。19年來嘅有個水準，吼，也係講製作電視嘅方式，像你客家電視全面 HD 咧，吼，當到愛增加嘅成本同你增加咧，不過你嘅預算冇還冇當完整嘅反映。一定要修好，那個是最急迫的第一點，就是要把標案這件事情趕快處理掉。這個不解決，後面的事情就越來會越困難。對，標案這個事情一解決就會鬆綁，那很多的法就可以很順的就可以修。法制上的獨立係條件，空間上某一天都一天要離家出走，對不對？我們可以慢慢在這裡先跟借居就像先租嘛，空間有，那你公共電視台有公共電視台有3個大建築物。那我們來承租一部分空間，就像現在的這個，所以這個不等於寄人籬下，而是我們是獨立人格。怎麼樣來做出自己的獨立人格？來看到這個經費的方面哦，客委會1年撥4億多。那再者，我們從各國的公共電視這個公共的營運來比一比。我們看到了，剛才客委會1年4億多，那台灣這邊的公共電視呢，一年的經費大概是21億，它是透過捐贈或是募資這樣的方式來
募得这样的经费。但是呢，你看到各国，大家来比比，日本、美国、英国还有韩国，大家的预算各不相同，甚至呢有的多达1000多亿，甚至2000多亿都有。那大家这边呢，它多出我们台湾多少倍？最多的就是英国这边有270倍，然后再来是日本这边，他们的经费呢，公共电视光是公共电视这边的预算的话，就多出我们200多倍，各国各不相同。其实大家的运作体制是不一样，但是这样看起来，我们台湾好像真的捉襟见肘，而且这个落后的程度是非常多的，这个影响应该是很大的喽，大家的效能会各不相同。公广集团也係講安尼客家電視。幾隻公廣集團以客家電視台總係當CE吼，你當問題嘛，可以夾來解決。政府可能可以用客家嘅屬土來增加公廣集團個客家電視台嘅經費。因為以公共電視台來說，或族群電視台來說，安尼嘅經費就同其他國家來相比嘅話。實在當採購啦，當採購嘅狀況，採購都出來了呢。不錯，像也係客家集團哦，也係咁有辦法透過一個集團的策略來繼續來推動這個台灣的公共電視，甚至是客家的這個族群頻道呢。富密，我們這樣看起來，好像真的台灣的情況是非常嚴峻的，很辛苦咯。以現在不管是客委會的預算，或者是我們這個所謂客家電視台的預算，事實上都是偏低的。哦，那在這樣的狀況下，可能只有看這2個部分是不夠，我們要把全國整體的預算，包括各部會的，包括民間的預算，把它整體的來看能不能做一些比較好的規劃運用，讓我們的客家電視台哦，其實客家人在全世界很多哦，然後我們的節目說不定也可以輸出到其他的國家去，包括說，因為我知道印尼有非常多客家人哦，那到美國也有可能哦，那所以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包括我們日本有崇正會啊，很多的客家鄉親，各地都有客人呢。Yes， 那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我們很期待說，如果我們的這個原民的客家台哦，能夠公共電視化之後，這個集團製造的一些好的節目可以做輸出，那相對來說收入來源就增加了，對，它也能見度也就打開了，對，它就是有多元的開發這個資源的空間跟能力開源。然後我們才能夠有更多好的品質人才的培育，是好的發展哦，大家非常期待。還有呢，現在他遇到了什麼困境？或許在客家電視，我們從這軟硬體的這個不同的情況來看，資產就是固定的，然後呢設備，我們看到包含我們現在錄影的地方，辦公室、攝影機、攝影棚，然後機器、訊號發射，還有包含我們的許多的工程人員，這些呢，我們通通都看得到。但是這些都不屬於客家電視，但是這邊做出來的，通通都是客家電視這邊的節目。還有呢，因為是政府標案的關係，我們說到不管是包含現在的每個節目，只要你看得到，包含戲劇這些人的內容，全部都歸國有財產，因為這是1年1標的方式哦。像剛才也有老師提到呢，要賣版權，還有剛才富密提到哦，是不是可以把好的節目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讓我們的節目被更多人看到？營運預算這些，通通都是現在的規定被綁住了。那像湯富，這之前我們在做的時候，因為這樣子的是一個政府的標案，所以他就每年必須要驗收，對不對？驗收它的這個量化的考量是什麼呢？其實是會造成大家很大的一個負擔嘛。節目做動後，反一定會好預算來做，譬如講，你下 HD 出來，其實規則嘅環境哈，預算都是大增加，就是講你做節目，你一定有一定的高度的預算，你不可能。我們希望講，哦，客家電視台節目做出去，就說你們就是廉價的 ，low low 的，那你永遠就沒有辦法提升到一個高度。大家就會唔會對客家人好嘅想法啦？大家就知道講啊，客家人就會 Q 嘅就 low 嘅，聽啊，還有讓你要知道講啊，客家就會 low 嘅啦，就冇嘛意思。我們其實我們在這個方面其實就是要思考說，如果我們要有競爭力的話，我們要跟業界所有競爭力。像剛剛沒講哈，全世界就有客家人，你講你節目拿出來。迄講，比方說全世界跟舞台比賽的時間，非常講比高的時間，佢懂得方面都親和的發，大家就看到客家人的好嘛。這個一定是有一個原理的哈，就是說這件事情我們必須要站在這個角度來看吶。或者說，迄講像你下當年有嘛，有個規定講，因為表演嘛哈，可能啊你一年要多少小時，1000小時，然後可能過1年，可能就有立法委員就說啊，你們這樣做太少。
又再加100小时，因为他会用量化的标准去衡量说这个案子有没有达到有没有成效。是，可是对人来讲，钱 Q 用啊，钱也是一样，可是钱 Q 用唔过呢，你要做 HD， 你要清后嘅追求清后嘅品质嘅时间，又捉襟见肘因为你多100小时、150小时的时间，估计节目就用我做呀。你别人讲你其他节目只好降低预算来符合这个要求，所以我们又必须回到说哦，一条节目5万6万的做一节目，这种节目做台就真紧讲，做台就可以得退了，接退了。按呢吼，就唔是讲品质有涨啊。讲人家做一只好嘅节目，譬如讲，其实涨了公共电视的时间，7年前、半年前，嗰時間做起起來嘛，嗰時就想講，人家就開始做 HD 嘅，我說人家開始今年開始，他改先是搞 HD 錯嘛，錯，搞法子。7年前人家就咬着牙，就是一定要做 HD 的版本，好，人家開始你看4K 又開始用研就給我們多啊，我說，迄個一個電視台就很重要，做文化傳承之外，他也要站在一個傳播的角度上去看。還有人來看到無共用嘅震動，家都提出嚟無共用嘅做法，還有像日規律嘅行列。下個天時呢，無共用嘅世界出版，大家嚟做無共用嘅想象。先來看到喎，2008年嘅下嘅人嘅前總統馬英九呢，伊嗰陣時就講要嚟成立全國性嘅客家電台，嗰陣時夏威夷嚟傳統。客家電視愛南嘅公共集團，嗰向呢確實咪南面嚟公共集團呢，還有人來看到無共用嘅公共集團嘅成員呢，大家嘅做法都無共用。2014嘅時節，原住民電視台佢就開始愛獨立運作嘅，佢就推出佢就脫離了啦，脫離公司的基金會，開始來資助營運。韓國呢來看到民進黨政府2015嘅時節，蔡總統佢嗰陣時就提出要來成立客家公共廣播集團，按呢個政策咧。無共用嘅時節，客家電視台本大家來做出無共用嘅想象，也未會影響到規個來講，像家下講到嘅長期嘅規劃、長期嘅營運，大家情感態度都會有一個唔確定性咯。像歷史咁有可能，從無共用嘅震動上來嘅時節，就提出新嘅政策、新嘅政策主張，冇就客家主張，像。蔡總統啲做出一個政策白皮書嘅時節，咩老國嘅組織向下來討論，像你們有本嘅意見嗬？一點重要，一隻執政黨，一隻新政府，佢要關心唔啦，還要有隻決心，關心決心。長途無共用咧。還有決心，然後落實執行，要3隻階段，關心、還有決心、執行。所以執行來講，家下前度學者教授韓國師傅，佢也要探討修改法律。修改法律要可行性麼？你下新政府要啲客家政策提出來咧，韓國立法院也過半數咧，所以通過一隻法案唔係當難。但是你下一隻按照程序正義，應該根本一開始按照起跑點，因你發出聲音來咧。過了會辦公聽會，向下嚟討論。大家討論，唔係講你客家人設家關係們咧，就嚟討論。各族圈嘅人可以涉進來，學者、業者、韓國聽眾朋友，全部可以搶過來辦公聽會。新立一隻共識之後，當重要。因你客家基本法已經立法咧。客家基本法嘅法源嘅位階，它是低於憲法，高於法律。所以有關客家遷移嚟法律，可以根據客家基本法，尤其客家基本法嘅第12條，就寫政府應該保障客家族群傳播及媒體權用權、禁用權。所以根據呢一隻客家基本法來修改。按你客家電視變為公共集團地位都一隻獨立性嘅嗰種嘅客家電視。我說你是喺建議講做嚟修改客家基本法咯，修落地位度。唔係，根據客家基本法，根據客家基本法嚟法面來修改嚟公共集團嘅法律嚟廣電法，也是冇一件難嘅。但任何事情關心、決心。執行咩用再講就好，執行了下冇咁難咯。新政府有啲客家政策白皮書過了，經過公聽會和等等來先一啲共識，來提出法案對立法院來通過。
一步一步开始来做，还用来看出这正在一下嘅决心。当初一下对一下嘅构想，大家有见来见到嘅想法不？乡亲朋友，你们做得来看呐，没做得来想象看呐，下一步我用来行咯，能够广告后继续来讨论。乡亲朋友繼續轉到村民大會嘅討論現場，今邊人來講到啊，蔡總統呢，佢去年嘅時節提出嚟一個客家政策新嘅主張，要用客家共享廣播集團，安尼集團化嘅策略來經營，下一步要用來做。出來看到啊，一下客家電視運作嘅情形，可能係考察到青島嘅問題、青島嘅限制，加下商業集團，咪作為青島嘅討論。一下就係現在客委會8預算，還有呢佢作為青島嘅規範，當然帶出嚟廣告，還有一個採購案嘅加檢呢，佢就會用政府嘅方式，用啲一天嘅素材，還有像一下講到啊，2016加嘅新嘅規範就係要用 HD。高畫質嘅方式來做，仍然要做出按到點鐘嘅節目來驗數，驗數過後將做啲8廿條線繼續來做。你看到啊，咁係大家都係清期睇咯，其實個嘅係有人親手哩。鄉親朋友，再次到大家喜愛嘅3分水色火鍋啦，我係公共台。我係氣象局。用13種語言對全世界來發言嘅中央廣播電台，沒有鬼太稱空中嘅客家 fans。今日收到嘅在加拿大嘅黃義聽眾朋友嘅來信啊，看唔到嘅空中上坡，實連結咧世界各地嘅客家詞。假使有嘅人哋公共集團，換句話講，海外鄉親朋友除了聽到中央電台節目，也聽得到其他地方電台嘅節目啊。今日係咪全球嘅鄉親嘅感情可以更加嘅聯絡起來？針對蔡總統講，要嚟建立全國性嘅客家廣播電台，也正式公布過後，廣播界未開始想象。中央電台因為佢係對全球廣播，我就講中央電台嘅工廠人才係現成嘅，實體係現成嘅，唔需要政府另外再去花錢，而去做鐵塔，而去把嗰個電波啊用嚟傳送到全國啊，或全台灣啊。資源啊，了就做一啲吼，就係互相嘅來運用吼，所以呢對營運當位來講呢，應該係以後。不過呢，對按樣嘅客家嘅公廣集團吼，按樣做出嚟，早期嘅客家電台有啲樣唔啲會帶來營養版嘅影響，還有呢會知道就係觀望啦吼，因為咧係政府嘅政策吼，安尼呢就一片行一片看都帶來營養版。各位鄉親、各位同朋友，你收聽係 FM 93.7報道客家廣播電台，報道共同插出嘅節目。喺全國平台嘅大家橋之下，總之有工地沙期新這個天台，更會遇到生存危機。如像你目前咧客委會嘅方法嚟講，你申請案咧補出那個時段本來做呢個天台廣播節目嘛，經費本嘛你講公共廣播電視集團有啊，你要到地方台寫發時間，都是先要到地方台商量，看那個時段，他共同來播呢個節目。地方天台還要有也存在價值啦啊！莫講只太天台出來有啊，講個地方那全部打浪這樣。也按多年來廣播電台相互來結盟，各電台之間相互串聯，來提供節目豐富和個多樣性。廣播這樣的一個聲音的媒體，它其實它的穿透力是比較高，它的普及性是也會比較強，然後它同樣的多功性也比較高，就是我可以同時做別的事情的時候，我可以同樣聽廣播，它的影響力是很大的。我嚟做全國性客家廣播電台，也想法已經唔係頭一擺提出嚟。蔡總統2015年公示嘅政見，加碼講我嚟做客家公共集團，接下來就有時間獨嘅來檢視。今天政策講客家公共集團地位都愛包含電視，另外還有廣播。下個集團呢就係從家下地方電台又要講到，大家相互來結盟，用安尼嘅策略打造出行客國嘅價值。從一下呢，按台灣嘅廣播嘅情形，咁係只眼二老給整合一下。從負面哦，現在我們台灣的客家廣播的資源，像您剛才有說到，是不是應該可以來整合或是檢視一下，我們再走向下一個階段？對，因為台灣這幾十年來，老實講，隨着全
全世界的变化哦，我们也应该要调整了。那过去早期央广的成立是有它的特殊政治性的目的，为了所谓对中国大陆的一个所谓宣传跟广播。那现在这个新的时代、新的媒体，老实讲，现在的央广的功能，老实说，它的效率并不好哦。那所以如果说我们可以把几个国家过去有的这些相关的资源，重新做一些整合性的这个处理的话，那我觉得央广也可以活化这个频道，好，跟我们客家电视台如果能够做一些结合，也不只是只有客家电视台，还包括原民台等等哦。就是说，现在如果客家的公广电视集团哦能够真的实现的话，不是像我们说只是说从零开始，而是把既有的一些现在有的资源做一些整合，然后让它有高效率的运用。也许预算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需要说像以前从零开始，但至少你说不用从零开始了。现在有什么，大家先整合。像刚刚我们提到央广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央广现在有的它的发射台在那里，然后它有它的土地哦，有频道。那我们这家客家电视台目前是虽然是公广集团公视在帮忙这个做相关的一些软硬体的提供资源，可是如果这些东西可以相对结合在一起运用的话，客家公广集团化的可能性就往前迈一大步了，而且这些资源是马上可以运用的，不用从零开始。还有历史像甲讲到起像中央广播电台，其实係一個國家型嘅電台嘅，可能係前樂觀。唔過呢，地方電台動唱有啲受理哦，睇下講怕講被正兵過後，咁會讀到呀嘅管台啊，還講其他嘅生存挑戰呢。客家電台嘅聯播名，你講嘅10多年來咧，都竟還冇辦法實現。都唔係新嘅呢。是講要不幾隻重要嘅電台做一隻聯播網5小時到7小時。就像鴉片講嘅結盟啦。係，韓國，因你會成立公共嘅電台，我講電台哦，咩電視哦，會考慮到你下目前已經成立嘅民間嘅電台，像寶島客家電台、新客家電台、台灣電台、像中小公里嘅電台，錯嘛？嚇，中小公里。係啊，你下都有中小公里，因你也照顧佢哦。莫講因你總講你下只電台成立，會影響到民間嘅，嚇民間嘅電台。佢嘅資源是無限的，嚇政府竟然係因為受限於嗰種嘅法令，特殊特約唔方便，民間咧係可以發揮佢嘅功能。所以講成立公共嘅電台，你會考慮到民間嘅電台嘅競爭嘅困難咯，你會付出本佢很好狀態。以前像沙期天台，還有地方性嘅天台，其實還係有幾純粹嘅價值，關心嘅素材還係個較優秀啊、較細啊，大家鄉親較愛關心嘅。因為地方電台好接近民眾，提先。寶島電台也好接近，你台北提起嘅，然後新客家電台是土種苗，台灣之音，苗栗咧，韓國希望至上。花蓮呢？花蓮啊，韓國屏東啊，等等吼，所以地方電台有個特色，我認為公共你也唱過先咧，會影響到地方嘅並存。韓國政府也應該撥到經費來補助也到民間嘅地方電台，所以講你會放眼天下，你嘅電台電視會打出去，行出台灣向世界各地。由客家人嘅素材來做。OK， 因為事半功倍呢，天師韓國廣播加強下，無天窗呢，大家強下來共享一個資源強下分享有乜嘅好節目，大家強下來放鬆。天師放鬆以外，還有廣播哦，像唐富話，像安尼咁係咧，前後嘅發展嘅方向，還有講佢管理強怕會遇到乜問題，可以考慮到。出權嘅天台，出權嘅傳播，此都可以只特殊嘅，就講佢有幾個專業地度。所以講，地都有語言，係對文化嘅承認，還有挺重要嘅。佢要留嘅幾隻泰沙飛做一個互動，他跟一個全世界做一個互動。不能自己玩自己的，玩起來。全部服務客家人，變成講冇聽書講客家人留撇嘅重要嘅交通。所以也過去可能大家花嘅時間就講
做出来嘅天师，做出来嘅节目，符合客家乡亲。嘿啊，安尼做唔错啦。像咩先谈过啊，就讲客家频道就客家人看，有人就会讲，俺咩客人啊，俺用来看咯，其实唔系安尼嘅想法咯。错，古说人家过去客家天师做个节目有嘛，他还有注意到，人家譬如讲做戏客，我们会跟大社会互动有相关的。哦。那些题目，那些就是为了吸引说，客家人有，你们也有啊，就是说这个是跟我们相关性很严重。比如讲，人家节目我们也会放一些刚刚没讲南向，其实我们客台做的戏过去这9年来，很多戏都有新住民在里边，大概我们就有注意过嘛我们每一出戏都有尽量放一些新住民的角，因为台湾正经懂得跟新住民的底。你这亚就系台湾的现况啊。超过，我说这个就是在内容设计上要转移因为像可以讲规则客家嘅公共广播系统的省力的发，就是要这样，就讲你做出来的时间你有一个专业的一个概念在里面，或者说你会分工很细，你的思考会脉络会非常多，你会思考得到说符合客家乡情里面有这个传播客家文化深客家这块的研究，没有讲去应该客家人客家后生人嘅对，客家后生人冇做别的节目比较，基本上那我干嘛要看就是说你要有一个给他们互动的东西，透过也行那种说平板网络或者是说社群新媒体啊，新的方式。也看到机会是我咩客家人，你要做到安尼，那敌嘞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是在整个方法上面，就讲非常需要很多专业的人进来给他一步想讲，那嘿啊做天师你就做传播你懂多，也会讲客发会谈客发嘛，唔会啊。我说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工作结构在里边。嘿讲真的要往这个公共广播电，确实这不仅是不只是。把节目做出来，做对外放送，这后面有太多的环节要去整合、去联系的来，当然看学界还有民间的建议，资源可以共享，就说所谓的可以达到中效的效果。现在的趋势就是这样。那你去看美国跟大陆这个大市场的地方，所有的媒体都是一个集团，因为为什么呢？你单一的一个电视台，其实在一个市场上本来就比较危险，因为环境有变化的时候，你的生存能力比较差。天师专业，然后客家专业一方面呢，都两方面都要注重。当然，线下讲，我全部嘅天师专业员全部晓讲客家话，冇人改，所以都借用现有嘅公共系统嘅人，来做。比如讲，有的江面、天师发面嘅设计，有很多人才啊，客家啊，江怕呢方面喺某个时间就借用佢哋人才啊。但是呢，有陣時做了天師專業嘅時間，我去見識一個天師節目，還係要了解到客家嘅文化、客家語言，佢都需要學習到嘅。但是慢慢地培養人才，經過曉講客家話人呢方面專業人才都有嘅時間，有減記呀天師專業，有減記客家專業，佢當然都挺好啊。假使有那個公共嘅集團啊，就增加客家人嘅唱歌嘅機會。就拿自家本身嚟講，假使我哋從事廣播工作，基本嘅客話冇辦法唱，基本嘅講按讚按好啊。佢所講對讓我哋傳承客家母語，佢會發揮前台嘅一種嘅正面嘅作用。你看到我嗰個對伊家嘅想象其實有深度，可能有好處，不過呢還有建議去改善嘅問題。一下嘅現況，現在客家天師就係咧限制性嘅表演，咁有可能行哪條路？冇聽說係獨立，不過獨立運作就可能會嚟立新嘅發言，從家還有講到喎，還有從原住民天師台嘅方式，咁有可能成立一個新嘅基金會，從創造一個客家文化基金會。家下講到歷史講到嚟修一個客家基本法，還係其他嘅發言，另外實尊重其他受公共天師法，有千度嘅可能，一下都還係唔知，還係未知數。喺講用一下嘅原住民天師台獨立自主嘅情形來看啊，想告訴你嘅建議係乜嘅？從一下喺講用採取原民台嘅方式獨立自主了，也真件會較好咩？睇方向應該較有共識嘅部分，就講第一愛規模愛擴大咁要全國性嘅廣播電台，但是愛兼顧地方嘅客語指定電台嘅發展，個做得資源共享個策略聯盟嘅方式，大家共同來同客家傳播嘅事情做好。
听伊来讲的话，安尼增加安尼主体性主体性的话，不管迄个厉害公广集团制度，也系讲要脱离出来。其实像因可能脱离远走，无听说喺大家建讲，可能会要求客家嘅自主性来客家脱离一个共享广播集团。不过因可能一下时机咁有可能，还讲就会考虑到嘅，无听说喺实批啊、资源呀的问题有那么，总唔得讲那200条本嘢，系咪脱离家出走安尼咩？迄讲你签字无按到经费的话，每一天安尼还唔是讲去考虑讲脱离公共广电集团之外，不过在公共广电集团之内呢，也需要确保客家电视的经费、人事、内容发展方向的一个主体性。那另外独立性除了这个部分之外，未来它要强调给它公共性、公共性，嘛系讲做得迈向主流的一种方式，唔系讲安尼总系关心客家事务，也系讲总系讲客家话。因为安尼要迈向主流的话，做有一定的公共性因为世界的包括讲嘛监督政府甚至要监督安尼客家委员会的政策，也嘛客家电视的一个责任所以迄讲佮规模、主体性个公共性做得确保的话，也系挺重要的。老师想请教，假如说，我们现在因为这就是一个政府的案子，现在的现阶段确实是这样子，但族群频道的话，要再怎么样在这个窠臼之下保持像刚刚一直提到的主体性、自主性？好，我想从这个媒体观察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啦，我想就是会比较抽离一点，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谈就是这样子一个族群频道，会感觉上觉得，对我们为了要去达成这个目标，所以我们就很希望说能够做得很棒，然后我们就是独立，像刚刚提出的很多的好的建议。可是某种程度，我们从务实面上面刚刚提到的，建一个电视台8到10亿不算多。8到10亿不算多，拉呢？对，光设备，我现在讲的光设备8到10亿不算多，因为你有硬体，有所有相关的采购，而且刚刚讲的与时俱进一直在改变。另外，我们在思考到做节目8到10亿也不算多，刚刚看到其他国家的这些做法，所以我觉得应该说，大家在思考每一个步骤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不能太从一个理想性，完全的理想性，然后或者是考量实务的对大家，你病我，我病你。坦白说了，这个当然想法都是非常整合，是非常好的。可是要回归到一个我们在做这个族群频道，其实我们回到刚刚最早讲的资源，然后再来专业，再来服务的初衷，对吧？我们的重要的是，我们不管是病人家，或者是我们被病，其实很重要，就是到底资源会不会这个资源的部分有没有办法变多？像如果现在我们所有现在使用到的东西都是别人的，我们有办法用什么样的方式让我们自己的东西，客家电视台的东西开始变多？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要考量。第二个，专业，因为我们常常刚刚讲，我们有客家的专业，我们有制作的专业，可是这中间怎么去做整合？这部分我觉得在很多的讨论上面，我希望啦，不会只是觉得客家要做得很好很大。但是在整个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要再更谨慎去思考。最后刚刚讲，我们其实在服务，最终的目的是服务我们的族群，所以我觉得在服务这件事情永远不能忘记。蜂蜜，那像现在比方说，假如独立的话，确实这么多的资源，我们设备，或许客家电视它是缺乏的。独立这条路，或许它的考验是蛮多的。那像您个人倾向呢，或者说总统他有没有提论过，可能这么多条路，有可能会采取哪一些？我们客家人的一个个性也是这个吃苦耐劳勤俭持家能够把1分钱当10分钱用。蔡总统的治国精神也有讲到要勤俭，要这个节省，对不对？对，没有错，就是我们要让国家的资源可以最有效率的运用。那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我想也需要这个先广纳意见那让各个不同的这个单位，大家可以先集思广益。先有一些座谈会或者公听会来寻求一个最合宜的这个怎么样整合是最有效率，然后怎样的整合是最有利于整个这个原民客家的这个电视节目，或者是客家的整体公广集团化的方向发展。那这个部分，我觉得目前我们是没有一定要。就是哪一条路对，目前还没有但是各种讯息我们在收集当中。那希望说，如果能够在今年到明年初
我们可以有一个比较充分的广泛讨论以后，然后确立一个方向。那这样子我们在修法的版本上面就会比较明确。对，那有了这个基本的法院基础以后，相关的预算的编列也就比较有机会可以充分的掌握。一部分也许我们就是所谓透过国家的这个公务预算的补助，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民间的募集。正理嘅案度，根本大家意见哦，还有像一下，迄讲呢跳脱天师还有广播以外呢，其实一下新媒体有青岛嘅内容，包含讲大家看到嘅社群网站，还有直播、网络直播一下千时行哦，另外还有青岛新嘅新媒体嘅方式，看有可能，咱办呢？迄讲我哋嚟成立一個客家嘅公共集團，唔過啲其他嘅新媒體呢，做地嚟用嚟做推廣一個文化嘅角色，其實係真係重要嘅。湯富昌而家咪家下講到啊，青島嘅好東西做嚟透過網絡發揮佢嘅影響力，能見度會打開，所以咁會跳脫公廣集團、天師廣播，其他有新嘅可能。那知道呀，是全世界因為有新嘅平台出現呢，天師台唔係講像以前台灣天視3台安尼其實多 V 型天視這些4個人8個台，天視台變成它是一個主體在壓模呢，這件事情完全打破。我說 content is king， 就是說可能沒有可能講在發展梯度迄個冇按到嘅經費，或者講冇法度按到建立按好嘅組織之前做得來上按呢方式，其實做得重新來講，也經費也來，所以也做一客家嘅傳播是新的方式。我說大家就講回到原點來比啦，就講做得發下新的平台，推過新的媒體新媒體的方法，我們其實有新的方法可以進去，可能要全新的思考。做一隻運作一隻組織沒有可能啦。嗰個可能也唔係也幾多嘅鋪咗哦，有可能係新嘅門號哦，我用嚟做睇下咩問題。係幾隻嘅新嘅方法，我聽到香港嘅方式做，當然假設講係有一隻新嘅運作方式，大家集思廣益其實沒有可能起到一隻新的巔峰群之後一定有隻方法做得按嚟做到嘅啊。時常像一下新媒體見來見發展嘅，其實自己行出嚟。天師還有廣播，頭擺大家唔知嘅，還有講未來嘅網絡運用嘅發展，還有講新媒體，其實大家都唔知。像天公因為有乜嘅新嘅發展，大家咪唔知。嗰時咁有可能講行出新嘅圖。一下青春有可能要同你目前嘅客家天師嘅節目內容做好來，一個係青春有嘅內容愛好，品質做好來，一個當然從因為係講也節目嘅製作費做得提高。太多資源的情況底下，還把新媒體都做變到一個給它擴散的效應。因為按你哋嘛提講，越來越多後生人可能唔係看電視，也唔係睇廣播嘅，佢係上網，也係講滑手機啊，網絡也係講社交媒體、社群媒體咁嘅方式。唔過係出到講青春要按你。愛係呢內容愛做好來，內容做好來以後，按你同步來投資新媒體嘅流通管道，也係結合新媒體來開發出新的內容，因為嘛當好，甚至有遊戲裏頭嘛做得嘛新嘅可能咧。像你時候見會討論案度，像一個架構之下，大家當中係對一個客家公共集團有嚟一個共識。不過係講新嘅營運政策咧，咁要加落去，還有像新媒體，各種嘅青島嘅自稱嘅客家鄉親啊，佢真係做得接受咯，未來會打開。呢隻理想，我感覺非常嘅適合。因目前大家是講改變係目前嘅方向，但是改變係大家嘅理想，但是你也考慮到目前嘅現實問題。實務嘅問題。係理想到現實有隻絕對有隻距離嚇，有隻距離，你是考慮到務實嘅問題，嚇務實。所以我係常常講短程、中程、長程，各方一步一步來漸進方式，任何改變。一步登天冇可能，一步一步，慢慢的來漸進方式，其實修改法律，是得講，你客家嘅電視廣播進入
尼客家嘅公广，但是非常重要，独立也莫被孤立啊，要独立，不要被孤立，也是我在强调的方向。好，今边呢针对亚个主题哦，大家做为按度的讨论，就像观众朋友、乡亲朋友，你一下转到亚台哦，其实看到嘅人嘅客家电视嘅节目，看到亚个频道嘅节目，不过你今啲佢哋都到为按度嘅困境，咁有可能睇到一下时代嘅改变，潛出伊咧新嘅方向，跳脱佢嘅困境咯。其實一下大家咱們關心族群頻道會點樣發展，今日感謝按度嘅鄉親、按度嘅來賓咯，共下來討論，全面睇飛超多鴉片，感謝大家。